最近最熱話題無疑係3月20日剛開幕嘅南港拉勒婆呢間由日商三井不動產經營嘅百貨公司，係繼台中之後喺台灣開設嘅第2間分館。相比台中店，南港拉勒婆展現咗更高級嘅裝潢，充滿精品感同濃厚嘅日系風格，讓人一入嚟就感受到唔同嘅氛圍。小編趁開幕第一日直擊現場，雖然人潮非常多，但整體空間設計寬敞，動線流暢，逛起嚟非常舒適。唯一需要排隊嘅地方就係 B1 嘅美食街，尤其係受人矚目嘅林聰明砂鍋魚頭。呢間來自南部嘉義嘅70多年老店，選擇喺南港拉勒婆開設北部首店，吸引咗好多專程前來朝聖嘅食客。為咗確保台北店嘅口味同嘉義本店完全一致，佢哋每日用高鐵運送魚頭高湯北上，仲話唔會為咗迎合台北人嘅口味而改變配方，忠於嘉義嘅原汁原味，難怪排隊人潮不斷。另外，中空嘅中庭非常有氣勢，為整個購物環境增添咗唔少魅力。喺南港拉勒婆，Lopia Japan 係一家以美食生活為主嘅日系超市，提供高品質嘅生鮮食品同日式商品。Lopia 超市嘅熟食令人聯想到唐吉訶德嘅平價版，實惠又美味。潮牌同運動品牌嘅選擇都相當豐富。GENI 潮牌店設有滑板腰台，增添咗唔少活力。而任天堂嘅專賣店喺開幕期間更係人山人海，推出嘅限量產品引發咗熱烈反響。好多鞋款唔單止有折扣，仲係限定販售，讓購物者們搶購不斷。總之，南港拉勒婆嘅開幕無疑為台北嘅購物同美食體驗帶來咗全新選擇，每位消費者值得前來探索。希望你鍾意呢條片，如果呢條片啱睇，請撳一下 like、share 出去同埋訂閱。去埋我哋 FlyGBA 網站，裡面有好多旅遊資訊攻略，不時仲會有優惠着數。